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好多人遇到但未必會深究嘅現象，就係屋企突然出現壁虎。好多朋友一見到壁虎，第一反應就係驚，隨手拎起掃把或者拖鞋就想趕走佢。但我想同你講，如果你真係咁做，可能會錯過一啲嘢。古人將壁虎叫做守宮，呢個名好有意思。宮本身就係指房屋居所，守宮就係守護房屋嘅意思。喺古代嘅風水典籍入面，壁虎被視為一種吉祥嘅象徵，代表護家平安、鎮守安寧。可惜時至今日，好多人將佢當成害蟲，當成嚇人嘅爬蟲。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嘅誤解。天底下冇任何一件事係無緣無故發生嘅。一個小生命嘅出現，往往帶咗一啲信息。壁虎嘅出現，可能淨係話俾你知，你嘅生活即將迎來一啲變化。今日我會從5個角度去拆解壁虎身上藏住嘅智慧，同埋佢嘅出現對你可能意味住啲乜嘢。第一重智慧，守護與低調壁虎最常見嘅狀態，就係靜靜咁伏喺牆角、天花板或者窗框上面，等到夜深人靜嘅時候先出嚟活動。佢唔會主動打擾人，唔會大張旗鼓。佢嘅存在方式就係安安靜靜咁守護住個地方，食啲蚊蟲，做唔飛蛾，幫你清除一啲小害蟲。呢個就係第一重智慧，低調守護。佢從來唔會向你要嘢，唔會要求你回報，甚至唔想你留意到佢嘅存在。佢只係默默咁做自己應該做嘅事。將呢個道理放喺人嘅層面，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做人原則。喺未有足夠實力、未到成熟時機之前，保持低調係最大嘅安全。你留意客身邊真正有錢、真正有本事嘅人，有幾多個係成日喺朋友圈炫耀嘅？真正嘅高人往往都係深藏不露嘅。反而嗰啲日日生怕人哋唔知佢有幾叻嘅人，往往都係外強中乾。儒家有一句話叫君子慎獨，意思係話一個有修養嘅人，即使喺冇人見到嘅地方，都會保持自律同謹慎。壁虎就係呢種態度嘅最好寫照。佢喺暗處默默守護，從來唔需要別人嘅關注同讚賞。第二重智慧，順勢而為。柔軟應對壁虎喺牆上爬行嘅時候，你會發現佢嘅身體非常柔軟，佢可以貼住唔同嘅表面，無論係光滑嘅牆壁、粗糙嘅水泥，甚至係天花板上倒吊，佢都行得穩穩陣陣。佢唔會同牆壁對抗，佢係順住牆壁嘅表面去行走。呢個就係第二重智慧，順勢而為。壁虎嘅柔軟令佢可以適應任何環境。呢種柔軟唔係軟弱，而係一種生存嘅智慧。我記得有一個真實嘅案例，有一個300歲嘅男士，佢喺一間公司做咗10年，技術一流，但性格太硬太直。開會嘅時候，領導講一句，佢可以定3句方案，有少少唔合佢心意，佢就當面焗斥，覺得自己係啱嘅，公司係錯嘅。結果咧，遲咗佢8年入職嘅後生同事都已經坐上你總監嘅位置，佢仲係一個高級工程師，人工加幅少得可憐。後來佢聽咗意見，開始改變自己嘅溝通方式，將身段放軟，將心態放平。半年之後，新公司嘅老闆好器重佢，人工比之前高出3成。呢個就係柔軟嘅力量。壁虎趴喺牆上用嘅唔係對抗，係順應。你將身段放軟，將心態放平，順住環境嘅力度去走，你就可以喺任何高低起伏嘅境遇入面都安然自在。道德經入面有一句話：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意思係話太過剛強嘅人容易折斷，柔軟嘅人反而能夠長久。第3重智慧，斷尾求生，懂得取捨。呢個可能係壁虎身上最震撼、最高深嘅一項本領。斷尾求生，你睇下呢個畫面，一隻壁虎喺牆上靜靜咁伏喺度，突然遇到危險，比如一條蛇或者一隻貓，佢冇任何猶豫，冇任何悲傷，冇時間去留戀，喺0點幾秒之內就用盡全力將自己嘅尾巴扯斷，斷開嘅尾巴仲喺度猛烈跳動，將敵人嘅注意力全部吸引過號。而壁虎嘅本體就趁機迅速逃脫，保住咗自己嘅性命。呢個過程殘忍到極致，但同時又聰明到極致。佢知道喺嗰一刻保存最核心嘅生命比保住一條尾巴更加重要。佢唔怕痛，唔怕失去，因為佢知道只要命仲喺度，一條更新更完美嘅尾巴就會重新長出嚟。將呢個道理放喺人嘅身上，就係一個殘酷但必須面對嘅現實。好多人之所以被困住，就係因為唔捨得。明明呢段感情已經消耗咗你好多年，對方已經唔尊重你、唔關心你，甚至對你動手，但你諗，我為佢付出咗咁多，如果分手，人哋會點睇我？邊個會取代我？於是你咬咬牙繼續忍，結果呢，你被呢段關係消耗到失眠抑鬱，懷疑自己，你嘅能量每日都俾人哋扯低一截。
明明呢份工已經做咗8年3年冇加過人工，你睇唔到任何希望，但你又諗，萬一辭職之後揾唔到更好嘅點算？捱咗8年再引客啦，結果呢，你嘅青春、你嘅創造力、你嘅熱情全部被呢份毫無希望嘅工作消磨殆盡。你嘅雙手裝滿咗過號發臭嘅沙，消耗你嘅人，消耗你嘅工作，消耗你嘅關係。宇宙就算將滔天嘅富貴同真正適合你嘅人送到你面前，你都冇手去接。斷尾求生嘅核心就係2個字：取捨。無論之前投入咗幾多時間、幾多感情、幾多金錢，只要你發現呢樣嘢喺度將你向下拉，你就要即刻走，1秒都唔好猶豫。你唔好諗，我已經花咗3年時間，因為你諗得越耐，你就會再花多3年。沉沒成本唔係成本，佢只係你已經輸掉嘅賭注。你唯一要贏嘅係未來嘅自己。范蠡係中國歷史上最懂得斷尾求生嘅人之一，佢幫越王歐真打敗吳國，復國成功，功勞極大。但當所有人都爭住攞功勞，爭住要最大封地嘅時候，范蠡竟然選擇連夜辭官，帶住家人消失喺江湖。佢當時嘅選擇，所有國家都覺得佢傻，但結果咧，同佢一齊打天下嘅文種，後來被歐真處死，而范蠡就3次經商成為巨富，3次散盡家財救濟窮人，被後人尊為財神。另一個例子係漢朝嘅張良。佢幫劉邦打下天下之後，所有功臣都爭住要最大嘅封地、最多嘅黃金，只有張良主動向劉邦起計：我唔要封地，你將最窮最偏僻嘅劉縣封俾我啦。結果咧，後來劉邦大殺功臣，韓信被殺，好多功臣被笨，只有張良安然無恙。佢嘅智慧同謀略被寫成兵書，流傳千古。清朝嘅曾國藩都係一樣，佢平定太平天國之後，手塞幾十萬湘軍，功高震主，一般人都會飄飄然，覺得自己係天下第一功臣。但曾國藩主動向朝廷請求裁撤湘軍，將自己嘅兵權交出去。佢知道手密住越多兵，皇帝夜晚就越瞓唔着。與其等皇帝收拾佢，不如自己主動選擇斷尾。結果呢，佢保存咗自己同整個家族，成為滿清中興名臣入面唯一善終嘅人。佢嘅家族興旺過100歲。古人早就將呢個道理總結成8個字：亢龍有悔，圓滿則缺。天底下冇永遠向上嘅勢頭，都冇永遠圓滿嘅月亮。你唔肯放手嗰樣嘢，最後就係將你拖入森林嗰樣嘢。真正嘅強大唔係你擁有幾多，而係你敢唔敢主動放棄。退有時就係進，輸有時就係贏。第4重智慧，專注當下，心無旁騖壁虎，可以喺牆上一動不動咁伏幾個鐘，唔偷懶唔分心，完全靜止。佢嘅身體雖然靜止，但佢嘅感知極度敏捷，周圍空氣嘅任何細微震動，任何氣流嘅變化，佢都透過身體感知到。一旦鎖定目標，嗰就係雷霆一擊，百發百中。呢個就係第4重智慧，專注當下。呢種狀態叫做靜如處子，動如脫兔。我見過好多成功嘅企業家、頂尖嘅運動員、出色嘅藝術家，佢哋身上都有呢種能力。佢哋可以喺極度嘈雜嘅環境入面瞬間靜落嚟，可以喺巨大嘅壓力之下保持內心平穩，可以喺所有人都慌嘅時候做出最冷靜嘅判斷。呢種能力唔係天生嘅，係練出嚟嘅。但反觀我哋現代人，好多朋友每日一敲開眼就拎起手機，被短視頻碎片化資訊勒炸到頭昏腦命。返工嘅時候想發朋友圈，讀書嘅時候心掛住股票，食飯嘅時候心散到不得了，能量被割成無數碎片，每一塊都好似開咗幾十個程式嘅電腦，每個程式都喺度轉，但每個都轉唔屈，最後結果就係你冇能力專心做任何一件事。如果你可以每日抽一段時間，關掉手機，揾一件對嘅事，好似壁虎伏喺牆上一樣，全身投入心，冇旁科咁去做，你嘅心就會慢慢平靜落嚟。當你嘅心靜落嚟，智慧就會好似泉水一樣湧出嚟。你唔需要關注別人點睇你，你只需要專注當下每一步每一個動作。3年5年之後，當你驥然回首，你會發現自己早已喺不知不覺之中完成咗一場逆天改命嘅好戲。第5重智慧，行中庸之道，不偏不倚。如果你細心觀察，你會發現壁虎從來唔會去極端嘅地方，佢唔會去被太陽暴曬嘅陽台、火爐旁邊、夏天嘅鐵皮屋頂，佢亦都唔會去極陰嘅地方，例如陰暗潮濕嘅地下室、長滿青苔嘅水溝旁邊。佢永遠選擇溫潤通風氣流、最柔和陰陽交替嘅中間地帶。呢個觀察好重要，壁虎嘅選擇完美契合咗中國傳統智慧入面最高嘅哲學。中庸之道，中庸唔係平庸，而係不偏不倚，恰到好處。做人做事唔走極端，唔過多亦唔太少，剛剛好。
一個人嘅性格如果太硬、太剛、太火爆，好似一條乾燥嘅柴，一點就着，呢種人容易招惹是非、小人命途多舛，行到邊度都碰壁動不動就同同事、同老細、同屋企人發火嘅人，有幾個過得好？能量全部消耗喺對抗入面，邊有精力去經營自己嘅生活？反過嚟，一個人嘅性格如果太軟、太好、太冇原則，好似一淋泥，邊個都可以踩一腳捏一下。呢種人一輩子為求全委屈自己，福報都難積累，貴人都留唔住，因為貴人都有自己嘅嘢要做，佢哋想幫嘅係有原則、有底線嘅人。你太軟弱，壞人就會嚟蝦你，因為你好欺負嘛。真正可以成大事嘅人，一定係外柔內剛，佢哋嘅身段極度柔軟，講說話做嘢、待人接物，唔需要用到硬力，唔需要令人難受，令所有人都覺得舒服。但佢哋嘅內心，佢哋嘅原則底線係絕對唔會動搖嘅。做人嘅態度、溝通方式、說話語氣、面部表情，要好似水一樣柔軟圓融咁樣，人哋先願意接近你，幫你同你合作。但你內心嘅守則，你做嘅底線，你唔可以觸碰嘅原則，要好似鋼鐵一樣堅硬咁樣，人哋先會真正尊重你，唔敢欺負你。性格太硬，命運容易碰碎；性格太軟，命運容易俾人牽住走。將自己調整到軟硬適中嘅狀態，你就可以喺任何高低起伏嘅境遇入面都活得安然自在。講完五重智慧，你下次再見到壁虎嘅時候，唔使再驚，更加唔好用拖鞋去拍佢。你可以當佢係一個提醒，多謝佢帶嚟嘅信息，然後你可以反問自己5個問題。第一，我今日有冇因為情緒而傷害身邊嘅人？有冇背後議論人？有冇不尊重父母或者長輩？第二，我今日嘅內心係咪寧靜嘅？有冇俾自己一段安靜嘅時間？第三，我今日對自己真誠嗎？對人真誠嗎？有冇戴住面具講假說話？第四，我今日有冇堅持？遇到少少困難就放棄，定係咬緊牙關捱過好？第五，我今日有冇引導？遇到唔順心嘅事，有冇衝動講錯說話、做錯決定？呢5個問題就係你每日嘅改運功課。你唔需要去寺廟燒香，亦唔需要揾大師睇風水，你只需要每日瞓覺之前用呢5個問題，好似照鏡咁照下自己。你今日做到咗幾個？邊個未做到？聽日改變少少。如果你可以堅持1個月，你會發現自己嘅生活會有明顯嘅變化。最後我想講一句真心話，天底下最好嘅風水，從來都唔係掛喺牆上面嘅八卦，而係你心裏面嘅狀態。一個人如果心裏面充滿怨恨同焦慮，就算住喺風水最好嘅皇宮，都可以搞到雞飛狗走。一個人如果心裏面平和安穩，感恩，就算住喺簡陋嘅地方，都會變成一個生機盎然嘅福地。一切福田不離方寸，從心而攞，七感無不通。你先至係自己唯一嘅救世主，你先至係自己家宅風水嘅總設計師。從今日起，再見到壁虎唔好再怕，可以遠遠咁對佢微笑一下，心裏面講一聲多謝，然後將你嘅注意力放翻喺自己身上，放翻喺你每日嘅選擇同行為上面。你嘅命運從來都掌握喺你自己手入面。祝大家心安自在、順遂平安。我哋下期再見。